2025年8月嘅香港娛樂圈，因為78歲老夫骨羅家英一段訪談，又再掀起風波。呢位以話癆堂僧聞名嘅演員，喺鏡頭前自爆同老婆汪明荃嘅婚姻細節，由求婚19次真相到抗癌花晒積蓄，老婆冇出手相助，甚至仲自嘲自己食軟飯，句句都直插大眾心窩。而一向以優雅示人嘅柯姐汪明荃，終於喺沉默咗幾日之後，眼紅公咁公開斥責老公大嘴巴、胡言亂語。呢場風波唔單止令呢對相守近40年嘅夫妻跌落模範神壇，仲扯出財產分配、性格衝突、丁克選擇等敏感話題，真係堪稱2025年最狗血嘅娛樂圈連續劇。羅家英喺查小欣嘅訪談中開啟吐槽模式，當被問到同汪明荃嘅戀愛史時，佢突然推翻咗流傳多年嘅求婚19次傳說，語氣入面帶住幾分戲謔同無奈。邊係我求佢？明明就係汪明荃求婚，我拒咗19次。呢句話一出，就好似喺平靜嘅湖面投入一塊大石，輿論瞬間炸開。要知道，兩人自2009年攜手步入婚姻殿堂之後，外界一直都將佢哋呢段經歷咗21年愛情長跑嘅感情，視為真愛戰勝時間嘅典範。無數人被佢哋相濡以沫嘅故事感動，將之奉為愛情嘅美好範本。然而而家，羅家英竟然親口撕落咗呢層浪漫濾鏡，令大眾睇到呢段感情背後或者並唔係咁完美嘅一面。更加勁爆嘅仲喺後面。羅家英喺訪談中透露，自己第4次患癌前列腺癌之後，經過深思熟慮，最終選擇咗放棄化療。佢神情平靜，但又透住一絲決絕，話仲有9年壽命，一切隨緣。就好似喺面對生命嘅無常時，佢已經做好咗坦然接受嘅準備。跟住佢又自爆喺抗癌嘅呢10年入面，積蓄早就花晒，所有嘅醫療費用都係自己一個人承擔，醫療費全部自己出，汪明荃一分都冇幫。當被問到係咪期待老婆資助時，佢面上浮現出一抹苦笑，慢慢咁話：如果佢願意幫，我會好開心。呢句看似簡單嘅話，卻被外界解讀為暗示汪明荃冷漠。一時間，網友們紛紛喺網上指責汪明荃唔係好老婆，各種言論好似潮水咁湧嚟，將兩人嘅感情推到咗風口浪尖。喺呢場輿論風暴中，羅家英似乎並冇停止吐槽嘅步伐。訪談中，羅家英仲以上門女婿自嘲，語氣入面帶住幾分調侃同無奈。佢係房東，我住佢別墅，唔聽佢嘅趕我走點算啊？就好似喺用一種幽默嘅方式傾訴自己喺婚姻入面嘅某種處境，甚至提及自己為老婆買嘅保險同房產時，佢詳細咁話排夫場所樓上12樓單位買咗，萬一有事歸佢。仲有2份受益人係佢嘅投資型保險基金。呢啲細節被港媒敏銳捕捉到，冠以羅家英自證唔係軟飯男嘅標題大肆報道。然而喺呢啲看似強硬嘅表述背後，卻更加顯出佢試圖證明平等嘅焦慮。佢似乎喺努力向外界表明，自己喺呢段婚姻入面並唔係依附對方嘅一方，都有自己嘅付出同擔當。據某綜藝節目內部人員透露，羅家英呢次訪談係節目組為咗博收視率刻意引導，主持人不停追問隱私，羅老一開始仲避重就輕，後嚟越講越激動，甚至主動爆料制細節。呢位人士仲指出，節目錄製完之後，羅家英曾經後悔，佢私下同工作人員話，早知道唔聊呢啲，俾人鬧得好慘。而羅家英喺訪談中強調冇酬勞嘅抱怨，都被解讀為對節目組消費期熱度嘅唔滿。對此，節目組尚未回應，但網友已經開始質疑78歲老人為節目貢獻話題，竟然連車馬費都冇。面對老公嘅口無遮攔，汪明荃一直都保持沉默，直至8月10號，佢終於喺自編自導嘅粵劇《紫釵記》彩排現場，擋住媒體嘅面眼紅公咁斥責羅家英。有啲話可以講，有啲唔可以講。你亂講嘢，人哋拿去做文章，唔尊重我。
呢並唔係汪明荃第一次對老公嘅言論唔滿。早喺上世紀90年代，佢就曾經喺沈殿霞嘅訪談中透露，羅家英咩都講，冇隱私，有時候感覺唔夠尊重我。而羅家英嘅低情商發言亦都唔係第一次。2010年，佢曾經喺夫妻合體訪談中直言：我62歲頭婚，佢係離婚婦人，我比佢金貴。當時汪明荃只係淡淡回應：我係第二次結婚，未當場發作。據接近兩人嘅友人透露，汪明荃同羅家英嘅性格差異堪稱冰與火。汪明荃有嚴重潔癖，嘢一定要擺得端端正正，連衣櫃入面嘅衫都要按顏色分類。而羅家英就隨性邋遢，返到屋企就將間屋搞到亂噏噏，鞋同襪隨手掟。有次柯姐汪明荃出外演出3日，返到屋企發現羅家英將劇本、茶杯、零食攤滿一桌，當場黑面。該有人回憶，羅老仲笑嘻嘻咁話：呢樣先叫生活氣息。結果俾柯姐趕去睡書房。呢種差異喺金錢觀上更加顯得極端。羅家英堅持夫妻都要算清楚，甚至喺訪談中強調唔會要佢嘅錢。而汪明荃就認為佢辛苦賺嘅錢自己管好合理，我哋食飯都係制。羅家英自爆抗癌花晒積蓄卻未獲老婆資助，引發汪明荃係咪稱職嘅爭議。對此，汪明荃喺8月10號回應：呢個病發展得好慢，未來或者會有新嘅治療方法，我尊重佢嘅決定。據醫療行業人士分析，羅家英所患前列腺癌如果選擇保守治療，每月要注射雌性荷爾蒙針壓制癌細胞，費用約數萬港元，長期治療確實有可能耗盡積蓄。而汪明荃作為活躍藝人，年收入保守估計超千萬港元，點解未伸出援手？一位同兩人交好嘅導演透露，羅老一生要強，年輕時為演粵劇吃盡苦頭，老咗唔願被人話靠老婆。佢主動提個制，甚至提前分配遺產2塊上輪墓地同房產，就係想證明我唔需要佢養。而汪明荃嘅唔資助或者另有隱情。柯姐曾經私下話佢羅家英從未開口要，我主動俾反而傷佢自尊。該導演表示，兩人結婚時已經約定唔干涉彼此財務，呢個係佢哋維持婚姻平衡嘅方式。羅家英同汪明荃嘅愛情長跑始於1987年一場酒會，當時汪明荃剛剛結束同何守信嘅冇果戀情，而羅家英仲係粵劇界嘅無名小卒。兩人因為排練穆桂英大戰洪州日久生情，卻因為汪明荃嘅情感創傷同羅家英嘅自卑，遲遲未有進一步發展。2002年，汪明荃確診乳腺癌，羅家英推晒所有工作陪床。2004年，羅家英自己查出肝癌3期，汪明荃主動求婚。呢段你病嗰陣我照顧，我病嗰陣你嫁我嘅往事，曾經被傳為佳話。然而，兩人選擇丁克嘅遺憾一直都存在。羅家英喺訪談中坦言，冇細路少啲牽掛，但唯一可惜就係一身粵劇功底冇血緣傳人，雖然收過徒弟。據粵劇界人士透露，汪明荃年輕時曾經因為事業放棄生育。佢拍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嗰陣流產，後嚟醫生話佢身體唔適合再懷孕。而羅家英雖然渴望有細路，但為照顧老婆情緒選擇接受。佢常話有柯姐就夠，但私下會對住粵劇夫婦發呆，可能仲有遺憾啦。呢場風波將羅家英、汪明荃婚姻真相推上風口浪尖。支持者認為，吵鬧先係真實婚姻，總好過作秀啦。反對者則指責羅家英多次公開貶低老婆，缺乏基本尊重。婚姻諮詢師鄭美琪分析，汪明荃強勢嚴謹，羅家英幽默隨性，呢種互補如果處理得啱，可以成為婚姻潤滑劑。但如果一方過度壓抑，譬如汪明荃長期容忍老公嘅口無遮攔，終會爆發。而港媒則將呢件事同娛樂圈模範夫妻人設崩塌掛鈎。由2010年謝霆鋒張柏芝離婚，
到2020年王力宏李靚女大戰，公眾對完美婚姻嘅信任早就崩塌。此次羅家英事件不過係又一次驗證，所謂神仙眷侶不過係忍得熬得住。截至8月15號，羅家英同汪明荃均未再公開回應呢件事，但據兩人共同好友透露，汪明荃已經恢復粵劇排練，羅家英就忙住為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奔走。佢哋好似往常咁，朝早一齊飲早茶，晚黑各自忙工作。該有人表示，柯姐仲會嘮叨羅佬，嘢唔好亂放，羅佬都會笑着應知道啦。回顧兩人婚姻史，2002年汪明荃患癌嗰陣，羅家英曾經寫信表白：你認定咗我就會一生一世愛你。而2014年羅家英肝癌復發，汪明荃陪佢手術至凌晨。呢啲生死時刻嘅陪伴，同而家嘅牙祭爭吵、口無遮攔形成鮮明對比。或者正如羅家英喺自傳中所寫，病房入面佢幫我擦身，我幫佢梳頭，先懂咩叫夫妻。婚姻嘅真諦，鬆唔喺熱手嘅喧囂中，而在嗰啲未被鏡頭記錄嘅互相扶持嘅平凡日子入面。羅家英同汪明荃嘅風波，撕開咗模範夫妻嘅華麗外衣，卻又暴露出真實婚姻嘅粗糙同溫暖。喺呢個熱衷做神又毀神嘅時代，我哋或者該學會唔神化任何一段關係，亦都唔貶低任何一種相處方式。正如汪明荃喺2025年粵劇講座中所言，婚姻唔係表演，係兩個人一齊過日子。而羅家英嘅口無遮攔，或者只不過係呢位78歲老人對真實嘅最後倔強。